地主元富豪三啊三，经三经主或者经三啦，伊讲有这加三有关系，讲加个人三有关系呢。啊，听你讲。参就是参不明，和将一一起。三啊，迄人生是三啊，有。这个名呢？有来名个经三啦，啊伊讲毋是参加的参，我是迄人三的三哦。哦，啊红菜头还叫做人参奇怪。红菜头那叫做人参哩吼，迄个帮太太吼，较认真嘞。哦，帮太太真正第一名，吼，你看。都认真咧写咧。老师，这像阮别说读到学者是嘛？有啦，对啦。有，迄这咧读经诶，迄音路变做啦。高之所有生也学做，吼。有啥读到学者？有啊，读册音加迄个讲话音佫无像哩吼。生读到生啦。嗯。所以这个读经爱分安尼。学做五义呢，五呢，身体发肤受之有我，不敢毁伤。是，好得这，身体发肤受之有不敢毁伤，好之死。毁伤，好之死呀。有啦，人就读四，读数都唔爱死，读四。这样讲数开始的事吼，啊数哦，有。好之死呀，应该读之死呀，较正啦。哦，是，所以这读册音加讲话音无相像的。哦，是啊，哦。好之将也。有，人遮有写讲扬名以后世，啊，即卖即个时代拢讲惊人知影伊名。扬名以后世，啊，那咧公布拢有名，拢乌空，拢唔敢公布。这时代变安尼。然后富豪死于事亲，忠于事君，忠于立身。大家恒无念念做，这一修业。这迄字嘛读到啥哩？叫迄字足少哩哦。咱从咧读到西游一滴哩，咱就安尼哩。唔係是约个啥哩？修决定哦。决定。有啦，迄字。决定啊，这嘛我读到一定哩，我嘛。决定啦吼。决定。是啊，吼，真用心，吼，90外岁帮单主来，足毕业足用心诶，足认真咧读经啦，啊，佫会写毛笔字写甲足好势，足认真咧学习诶。吼，咱前人咧写甲遮水咧，吼，写出来金字咧，吼，这讲若无出界，讲若佫去庙里讲当一个印吼，啊，迄个甲绘画，啊，讲功德回向祖先，回向家己，回向父母，啊，回向冤亲债主，吼，足好。像你上高啊，你啊，上高。哦，方太太安尼好啊，哦，真好。哦，迄个张官、张太太啊、张太太啊，伊讲伊写就是去个上帝啊公庙啊，当一个印啊来绘画，啊功德回向，回向因的亲人，吼，因的祖先安尼啦，吼，真用心。